時咁就似嚟行啊，好辛苦。不過我覺得平咪一喺親又係咁啊，好辛苦嘅。祈完禱點啊？佢嘅手又震啊。之後咧？之後咧？而家我應該係好似直啲咗。所以冇咁辛苦咯，因為冇責任嘅嘛。咁而家使唔使用支棍啊？咁係預防啦，棍係預防啫。因為慣咗攞個支棍。唔使棍咯，我見到你行個圈嚟睇下。哇！